第18日，伊拉克沙巴克人。創造宇宙萬物嘅主，你創造咗伊拉克沙巴克人。你喺歷史裏邊曾經差派約拿先知去到佢哋嘅祖先中間，憐憫同埋拯救全城嘅人。守約施慈愛又唔輕易發怒嘅主啊，你嘅信實係直到萬代。求你今日使用喺沙巴克人中間嘅基督徒，好似昔日使用約拿一樣，再次令到全城嘅人悔改歸你。又祈求主差派聖經翻譯嘅使者入到佢哋嘅中間，製作出沙巴克語嘅聖經材料，讓人可以學習到真理，認識主耶穌基督福音嘅真諦。更加祈求有好多沙巴克人，當佢哋遇到種種政治嘅排斥、教派糾紛同埋迫害等困難嘅時候，可以同約拿先知一樣咁樣呼求你，而且一樣咁樣經歷到，我遭遇患難，求告耶和華，你就應允我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禱，阿門。